花西在地新闻，后来这个台北市长郭文哲讲是影响到明年总统大选上关键的人物。台湾民意基金会发布上新的民调，那是拿力来顶高基，蔡英文45%，赢韩国瑜的40%。那是郭文哲来加入到政局，形成三强对决。那呢韩国瑜33.5%，蔡总统32.6%，郭文哲25.5%，变做韩国瑜上赢。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要出战2020的总统大选，不过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民调显示，那咧对决总统大选的支持度，蔡总统45%，领先韩国瑜的40.1%。不过，若是台北市长郭文哲加入战局，韩国瑜33.5%，蔡总统32.6%，郭文哲25.5%，结果会平盘。出洋变色，本来是蔡英文领先，现在变韩国瑜领先。虽然领先只有0.9个百分点。民调嘛显示讲，郭台铭若参选，就会抢走郭文哲的选票。韩国瑜嘛为领先蔡总统变成输气。但你注意的是，军公教的族群一向被当作是国民党的铁票。不过蔡英文伫军公教支持度是27.6%，赢韩国瑜的24.2%。按照郭文哲得到上届的支持，对着迄落岛组党有可能推出总统候选人，淋落水是安尼解说。唱反调的人。那群众会跟进的少之又少了。蔡总统的执政嘛有稳有，6月份的声望赞同的比无赞同的较济，不过7月份无赞同的又搁比赞同的较济，执政恐惊有问题。花车效应的出现助长了他的声望提升。第二个是因为香港反送中运动。第三个我特别提到的是国民党的党内初选在内乱。民调的数字起起落落，面对2020的总统大选，那力北拢有相当的动作，就看什么人会使得到上济支持。